作家琼瑶来白说，伊在生进前呢，就捌表达过讲，伊希望死家有尊严。这也和这安乐死的议题，搁再引起讨论。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，安乐死等于是提早结束生命。伫咧谈论安乐死进前呢，应该爱先考虑善用安宁医疗。两个世界继续痴迷。作家琼瑶伫咧过生的前一礼拜，伫咧网络打出翁婿伫咧病房戏着插片尾讲的相片，看到翁婿痛苦的模样，讲到家己袂使甲翁婿共款，讲伊家己想要有尊严的死亡，想袂到伊选择以行底路的方式来离开世间，嘛互安乐死的议题搁一摆引起讨论。毋过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，安乐死毋是自然的死亡，前期较大。安乐死就是等于是因为他太痛，他蛮痛苦的，所以就在中间。就等于是不是自然死，就在前面就先结束生命，那这个基本上是争议比较多。卫福部长表示，安乐死等于是提早结束生命。伫讲到安乐死进前，一定会先讨论安宁缓和医疗敢有做好。台湾目前在推动安宁缓和医疗甲病人自主权立法，是强调尊严，过程中袂调工缩短生命，嘛袂调工来延长生命。何况我们的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水准是亚洲第一，世界第三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善用我们安宁缓和医疗的这种台湾的实力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会刻意的缩短或是延长生命，我们也会帮助病人跟家属把握这一段最后的相聚时间。医生嘛指出，安宁缓和医疗无地点的限制，无一定是伫病房，嘛会当选择伫厝里行完人生上尾一段路。台湾安宁缓和医学会嘛指出，尊严死亡无包括自杀，嘛呼吁民众会当寻求支援。除了感情以外，器官衰竭、失智症，拢有纳入安宁缓和健保补贴的范围。不过学会讲，真侪民众唔知影有这款资源通用，呼吁政府应该爱加宣传。记者陈亚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